东西是在你的任内不见的，所以你会负起责任吗？我会想办法协助警方来追查这物件。敢有要负责任，把万和宫放弃的高文物找回来？经治委王炳元面对着镜头挑战式回答讲，已经报警处理，只强调人未走去。我未走去啦，我动正经，我做生意人，我免走去。本分局接获报案后，立即派员到场采证，并同步扩大调阅案发周边监视影像，积极侦办中。面册顶悬有人整理出文物放弃的部分，包括着桥东二石柳新桥、三顶文物桥、三角旗、巴东秀宝，还佫有一件石器、头旗、牛线，损失至少1000万。目前只会当呼吁各界莫收来路不明的文物。第二位邓某豪。第17届信徒大会嘛伫咧17号召开，当中大家上关心的，还佫有庙体漏水工程为虾米会拖3冬？而且过去4冬的财务状况拢还未对外公布，连宝生大帝圣诞办道差节所开的钱，拢还佫是由罗祖所打。我先请问一下，你敢是在做信徒？信徒啊！现在信徒可以当乌托信徒？能拜托我啊！我嘛是当看演技啊！我是要平常袂使讲话。对伊个过程有疑的人啊，会当提出申复的诉愿。有信徒想要发言，煞互公所人员所挡。对着经治委王炳元的所作所为，大家犹原有侪疑问，该解释无解释。新一届的管委会表示讲，就要等正式交接了后，搁对外发言，也毋过时间也未确定。台南新闻所派采访报道。